那个叫关田，关田的稻田呢，关田呢，那个佃农那个佃的意思呢，那明正时期哦，那做官的人的田地啊，给佃农耕啊，那个叫关田，台语的关田，后来又变成关田了。台语应该是关田，所以跟佃农那个佃农那个佃有关系。那以前古代明正时期做官人家的田地哦，然后给佃农耕作的嘛。关田嘛，做官人家的给佃农耕作的田嘛，关田。关田哈，关田呢，慈圣宫的北边，远方南边那边就是慈圣宫，也有主要供奉开天元帝、神农大帝、五谷王，也有供奉陈永华、知遇参亲，明正时期帮助政经的知遇参亲陈永华。台南市永华宫在孔子庙的东边也有供奉陈永华、知遇参亲。孔子庙是明正时期陈永华参亲创建的。东边的永华宫以前古代是书院，有习字亭还在，是古迹哦。